是把那个花，我听你妈的话出来。我落地被我试试爬，耶和华无少。我们的瓜嘛别克阿芝被，我努尼嘛瓜子咋嘛阿芝，努皮条瓜，可如达嘛皮拉子被，耶稣没瓜被掉了，推了皮拉子。小伙老婆，我这讲阿妈呀，你都吃你过的，是把那瓜你没有。人家还把啥的嘛，更那啥知识呢？花过的多一嘛么？一欧么瓜，看啥个哩嘛不得呢？阿妈呀，一打你身上的一打嘛那，一打人家下哈嘛打嘛不得呢？把豆瓜的木路上花你打死你，啥子呢呗？花过的多一嘛么？为了呢，阿妈花过的多一嘛，很苦做了阿妹。阿妈呀，可是啥知识呢？花过的多一嘛，但我这吃了它不，我你妈可傻了。为了被你妈杀死呢，棉花无啥没加过，我你这呢呗无啥的棉花杀对了过你个。我妈那边我说话了不？最难过去就是别来吃一点嘛，米难听嘛过，如下点台。如无啥人女的俺们，我不错带来呗，哪都看都多做那个，你上面啥都知，都面边都多做那个咯。我嘞呀，如无啥人女呀，阿里边是你我们我呗。我嘞是喊你多做那天说，阿里边这咋是你说，阿里边一年了，别么的，如无啥事情都过，马上个咯。如木瓜头就本来瓜路你个的。啥子么子都知，都面边都你上面啥都多做了嘛，不对的。我们瓜别无啥点苦的，但嘛木瓜俺俩就做了。我们瓜解决嘛呀，木瓜吃啥就解决嘛了。个人你们，木瓜吃啥就解决嘛的，我这家收入是就咋管你是呢？还享受么的嘛的，若就是的，别跟你说喽。木瓜吃啥就解决瓜呗。还享受你上嘛妈咪的嘛呀，妈咪听不到嘛呀，无啥人你不你母娘母就别忙了咯。然后老婆，木瓜吃啥就瓜别入的，有问题是嘛个啦嘛呀，无啥没加瓜你母娘母别忙了咯。我的你木瓜吃啥就体质呗，你只得问我，要不我阿没吃俺些啦。侬家其实就把我的米量我啊，侬平常我的被阿妹子知道我啊，我你妈那个听你的听你，你上面什么做你，我阿妹子知道那些啦，我的出租手里我的货了嘛呢，阿妹子我啊，然后这不，木瓜这么来差别有个么的，木瓜不怕，木瓜这么的不是一直喊你瓜。就找我很多你上面啥都一当嘛多做点嘛点路嘛，一过来多做弗朗啊没忙啊没啥做的嘛点路嘛，过来你一年我上面家过了是一个花啊没吃啊是啦别一点，我一多做点嘛就找我很多你上面啥都过被就在了那嘛，我啥的啊没吃的个啊没我啥嘛一张那一年，一年我上面家过了是你。侬家其实就把我的米量哇，有个阿姆吃那些啦，别的了，也你我面我了。这我老婆，若跟你女士去若的马上就那天，若你妈去上门来，我这讲阿妹，我这讲意思嘛的，你妈上的那是就是别个人你妈上的一年，我的马上就了，我的马路了个那天，你妈去上了，去点上。我妈那边我说话老婆，我地道回去就是嘛呀，天啊没我啥一批的模拟是说，我啥也没讲过，天啊没讲你是说了，就去我妈妈不对呢，没啥的我啥一点嘛破个啦，我啥一地个点嘛破个啦，天呀，你妈过点啥呢？你上面啥呢？我说没吃那些啦，侬点嘛破个啦嘛。侬平常我的妈妈个啦么呢？阿没吃那些啦。侬平常我的阿没吃知道我呗，我啥的也苦掉了。你我们我说你我啥的苦掉嘛的路不大。真呀，你只管路年天，
一头人领我们我们呀，一旦出租是不中啊，你路边么的木路木的，也明白的。我在出租是的，我在花了嘛呀，阿没什么哇，不是。我说呢，我在那边呀，一旦出租是不多年前就找我和你，就找个人的就找个人的就找土地公嘛做。你上面比如啥的么啥的弗朗啊，比如啥也嘛破个了嘛的路嘛。我说呢，我说呢，我过去就嘛的呢。我的所罗嘞，但为的个什么很你瓜，不当么目光啊罗比如是的，而且赶紧啊，我他妈很你瓜，我的所罗呢，但为的，推起路票瓜几个没个些，我这路票瓜几个没个些，我几个掉把子了我个些啊，但为呢，也把嘛的活的，一怎么的活的很你他吃过吃暖这边吃点嘛，吃苦嘛这个了啥好了不？我说呢。我他妈很你瓜，我啥的一扎嘞，别吃果子的，俺们我啥嘛一扎啦，嘛不多呢。我啥没家瓜，一年啥年，我少啊没吃俺些啦，我那点苦的点嘛就没着我弄点嘛破个啦嘿，啊没吃啊没吃红娘那干啦，啊没吃子那干啦呗，啊没吃干嘛的，铁子呗你这瓜梨花遇到了，就嘛呀一年我嘛啊肯定我嘛手里头嘛喽。晓得不？侬阿妹，我的大人这边，侬是喊你管你啥年啥都就找我和都多做点呢，日子面点都多做点呢，你我点了。我嘛怪被住着了，那么我啥天俺年还花这个阿妹，我啥也侬点嘛一着了嘛喊你，嘛破个了嘛喊你，我啥年侬点嘛路个啥这个嘛那边侬加我点了，晓得不？我啥没家管几十年，我的大院里边，你妈妈家，我啥没家管你母亲呗，我个是啥就管别入的，嘛个了。我啥没家管你母家嘛呀，如最忙啊，啥都忙啊，只你忙碌，你俺没忙啊，晓得不？是把意思干就啥呢？一旦负责干嘛就没去管，人家啊个子你啥你母家我说你爸爸干爹啊干嘛？嘛这头一直错退啥子一直挂着的不大，为了是一来一往的，我呢是那次你妈啊可傻掉喽，如果头你子你就例子，也说呢你妈啊可傻呢，一面你妈略往发喽，为了是一直呢是见到嘛那边没吃过见喽比不大，为了你说话的不？你啥面啥点嘛，你我点嘛，我啥没讲关键是呢，我的大饭里边是怕也说里边，你我这边，我个头吃啥就搞别入点，嘛个啦嘛咯，怎样？我个头吃啥就搞别入点，嘛个啦嘛明年拖嘛呀，就咋了那么，我啥点地别嘛咯，啥子别的只点我，一个话我不少。就咱你是我带破个来，是的话我买一毛的那么，我面是带两了子，嘛俺家花我带出租车嘞，我一点花了没办嘛事，我多的看我带多数干起两嘛事，那为了啥的，一点多做点嘛师傅就嘛带就咋管你个嘞。师傅，我嘛比我就咱来比苦点嘛，现在我说那个来比我啥点的，怎样？一直在我和你上面饿了嘛，一年是在俺们两了子比我啥点的嘛，晓得不？若你嘛上年就在我和你一道嘛个那天，若面是俺们下班的很呢，两下嘛做别个两嘛啊，我嘛那边我地大人俺们，你上面嘛就在我看我点么子别多做那天。一年是俺们两下嘛做个了，怎样？啥子瓜？十度瓜我买一毛的那么，我面是带两了子干嘛呀？你上面就在我和你别，就来他十几次别我啥点点嘛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只管弄你个天。但为你上面别什么不办呀？一点出租事故呢，干起你，我一点花了呗，别让我别我的大人一边是。我讲，你干你我的大人，呀，
一点出租车的也爱台的花的那干啊，一点出租车呢，我的单位的花的蛮大了，我的单位也爱的干的，一点出租车的花的那么点，人家晓得不？我的单位他妈的按理是了，从那么的后台手里干的事呢，妈咪他妈的路子直巴了的。我的单位他妈的是了，从那人家无啥嘞，我第一那么每次没打干嘛，那从那所有的配个是呢。我单位的我的意思那么，一把现在只是意思那么无啥的事的。无论你单位他妈的花量我不办呀，出租车的花量我不办呀，无啥的注意家量我，无啥也没多批量我。我嘛不懂你我的单位呢，无啥的住宅那边店嘛过，一直抢不个，就咋但是你店嘛忙啊，晓得不？无啥没多不个，无啥的大户个但是你店嘛忙。真呀，是白是在俺们多年晓得不？一旦两个都啥子都给我过被你住在那边店台，一俺妈你那个大户个大，如果这个你自己推理次你自过，妈不，你生呀，如果他妈我带别做哥哥，我的俺们我你了他配拉子，你了配拉子被一点，我的你晓得不？若多做点嘛，你上面上头你木面我都他妈的呀，我的单位里边是怕一刷里边，我上面讲我几十年一旦一扎了，那么你木面我你得着，这个嘛你嘛吃不过吃啥就过别做点嘛个啦嘛呀，如果你木面我你点嘛，若得可他妈呀，若这吃别个嘛啊，我啥别个，我啥也没多了，那么别个点那个路别做点嘛个哒。而且赶紧啊，若伢没多没嘛事，我啥嘞没多没脏嘛喽。我觉得这啥最关键是点嘛个啦嘛妈咪，啥头去多嘛伢，我啥一女那边就咱们瑞奇的，就咱花吃那子别嘛喽。我这边错这点让我那你的哈利波罗，我你嘛伢，你下面咱们瑞奇的加强哦。我呢，以后话别个目光光我，俺老板呢，因我的阿克家嘛一个咯，阿克就咱们都做啥不？俺说天子过比李子过吃呢，单位呢，你上年你我面我上面家光我吃下喽，我的俺们我这边兔子过吃了天，单位他妈呢，你妈呢过哈利波你做了，只你做了，我都做了嘛，点路没的。啊，那边呢可你妈啥地方了？做起怎么样？差别，对不对？我那都哈利波呢，只你这边做了单啊。晓得不？我的单位就嘛呀，一节一本嘛，就做么瓜，哈利波点嘛，只点嘛，我那点嘛忙啊。我这边做这点这就帮助你了。我呢，你的哈利波罗，错字。俺老板呢，因我的阿克家嘛一个咯，明白到咯？晓得不？他妈呢，俺没谈票，俺没得嘛办，上个谈票俺没得嘛办，我谈，后谈嘛样一挂，我的单位一无啥女的数目里嘛，无啥女的一哈利波跟嘛的一就在吃了嘛咯，真的，后谈嘛样一挂无啥的一点女的挂边阿克家嘛一个嘛的。我谈过别人没过这家嘛一个了嘛，但也就这吃了嘛不对呢。一难过，我啥女那边我啥就这么瑞奇的，哈利波巴啦，直巴啦，我鲁巴啦嘛咯，晓得不？若我啥个女爱的提出嘛俺没，若是喊你难过，我啥一女你的说你没得说，我啥也啊个家嘛没一个了嘛，但可能没得说的，俺老板我知道，我的呢。若阿不谈啥子点嘛，你上面啥点嘛，就找我和点嘛的嘛。我上面讲过一扎来，一面讲过说你我面我就吃了，若你我面我就谈阿没，和谈我啥的就带一个了嘛，你啊个讲嘛一个了嘛，他妈点阿没就咋吃了子呗，我话头是啥就过说点嘛个了，他妈的是啊个要讲嘛呀，晓得不？若两个都。他不嘛喊你我下掉说，如即使是那个别人家，我的单位的是，我那都哈利波特之年做那个咯，
若我罗嘛哈利波嘛只要我的单位的是无那个，阿里干人啊，是吧老婆？若两部都听嘛呀，我啥里面呢做的，你那么你的麻木个嘛，俺老别若俺这个啥就是做这挂做的嘛个的，啊嘛俺们你的这呀，嘛么也是，其实这把嘛下面么那嘛，我啥呀也是第个干过次，明年做的，你那老不是。两部都光某个嘛的是，我嘛为啥一女呢在嘛做？两部都光某个嘛的是，苏拉马瑞钱的嘛在嘛做？我的单位呢，为啥呢？拿钞票那是呢，明年出了最标的，明年出来的组长那嘛，两部都光手干嘛额头学都带一嘛8万呢，人家8万呢个，人家某个，人家只考了个，我的呢，人家为啥一女呢呗？一组长嘛就嘛的。我的单位的是，俺家现在俺家都咋如哈利波巴啦、芝巴啦、摩罗巴啦那哒。我的呢，俺们就是像你瓜多做点嘛，啥子么子都制造不很多瓜呗。我啥在组织来呗，我上面讲过你我娘我姐，我的你我娘我姐嘛瓜，就点嘛的去呀。我啥别个，我啥也没都别个去那子，怎样？若一米家关你我娘我是你爹嘛的嘛吃，很甜。我3年若点可吃你20年，一若点姐嘛可吃一个了嘛，这么点若就是花起了吃。来波都关一女的当嘛某个嘛的，一说了嘛晚年嘛当嘛某个嘛的，若就在吃哪我不白呢，若只把哪我不白呢，俺们若多做点嘛生活光安没，若娘我啥一女的。为啥一扎浪我就扎浪我干嘛他妈的肉哈利波巴啦、芝巴啦、肉我老都比了是呢，肉你妈两个是怕干嘛干起呢？这句话比了两我，肉听你妈的我可来，有哈头是错腿啥子瓜是怕耶稣的对的打，我话的我两个是连嘛么子那么，我话的对面积别个咯，明年过年我话啥子嘛么我。我的俺妹，你不发别家，我娘明年带花了，我刚才是挂点嘛，我都爸爸，是怕耶稣呢，我都表示明年带花了呢，爸爸你带阿克上么？爸爸侬我都带阿克子你侬嘛带两部都挂被某个多了呢，侬你为钱大爸爸都能带阿克上么？俺们我都多点嘛，啥子都你上面啥都知道我很多挂被，就咋了那么？侬带个地点嘛，侬没讲过你我娘我点嘛，侬阿边没不个地去点那个啥，在伢来不都挂无啥侬某个嘛，你的嘛呗，就咱嘛瑞钱的嘛的，有话就咋吃了是呢，你带哈利波巴拉呢，芝巴拉呢，摩罗巴拉呢，有话那挂是把侬干嘛，干钱呢，是里嘛就子呗，也是没挂别点咯，特别漂亮子，莫挂头吃啥就挂呗。爸爸为啥来做点嘛个了嘛？俺的看嘛，夏天嘛为啥一般去他妈的80年、10年，我妈那边出租夏天时候，俺10的时光，为啥嘞？4年嘛，加钱嘛，这次就8个了子，俺就说花花。